现在我们利用第二个时段呢，我们把善导大师的话来跟大家互相鼓励。他说了：“普愿有缘同行者。”这个普愿就是我内心当中不是只有希望一个人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不是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朋友，不是这样。他希望所有一切众生，法界的一切众生，有缘的众生，只要你听了以后能够受用，你相信，你不怀疑，就叫有缘，你很有善根。普愿，我们希望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我们愿意像有缘的众生同行者，跟我们修行是走同样道路的人。你是愿意念佛的人，因为我们有8万4千的法门，门门都是不同的。你愿意修这样，也愿意修那样的，我们都基本尊重。但是如果说愿意来念佛的人，这种同样修行的方式都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人，专心逐日不息一样，你就专心诚心诚意的直接就进入，你就接受，不要拐弯抹角，你不要间断，不要再怀疑了，专心直入不息疑，你直接就进到阿弥陀佛名号的法门里面，直接接受，直接称念，信心具足。如果你这样，你不需要怀疑。善导大师一再告诫我们众生，如果你念佛，佛要救度你啊，你一旦到了弥陀安养国，到了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，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，你安安稳稳的，只要你念佛就能够花开见佛。在那边不劳诸行善了，你说我在那边要劳动吗？不需要，你坐在莲花上面，一心念佛就能够见佛，一见佛你就成佛。所以一到弥陀安养国，原来是我法王家，这个缘就是跟我们原来的缘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原来是我法王家，原来是我慈爱父亲的家呀，他每天都疼爱着我们，把所有众当作自己宝贝的孩子，我们都是他的独生子啊，我们都是他最宝贝的孩子。所以我们一旦回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原来我慈爱的父亲在那里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在等我们回去啊。你一到了那里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是我的家园啊，这是我的故乡啊，我在那里啊。所以你看，善导大师一再鼓励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有这种观念。现在很多人痴迷啊，把这外在的环境抓得紧紧的，然后分别心很重，结果搞得自己啊七荤八素的，颠颠倒倒，内心充满污垢啊，整个都是被这些环境所诱惑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注意到，我们一定要放下这边娑婆世界，我们要远离娑婆世界，一心发愿到西方净土。现在娑婆世界是一个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。我们到西方那个永远不生不灭，是佛陀的慈悲跟愿力所建造出来的净土。所以我们要发愿到西方，对不对啊？回到我们的家园，见到我们慈爱的父亲，那时候你看全家团聚是多么的欢喜啊，多么的喜悦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就这一章来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。